嘛是加拿大的消息，来关心因国家拜一的时选举的结果出来啊。自由党的总理卡尼继续执政，专家即马是认为讲卡尼的赢主要拢是 Trump 第一的，因为 Trump 的这政策，互加拿大民众民族主义规个压起来。也毋嘛因为自由党的众议院因的席次无过半，所以即马爱含小党结盟，才通继续执政。支持的候选人独赢一票，支持者就拍扑大声欢呼。加拿大第日八举行联邦大选，因为所在伤大，下6个市区投票的结果第29出来，自由党第4摆赢大选，接任总理45天的卡尼，确定甲执政权保护掉啊！伊伫发表胜选感言的时阵强调讲，美国总统川普是几下摆发表讲，要互加拿大变作美国第51州的言论，伊是绝对袂屈服的。As I've been warning for months. America wants our land, our resources, our water, our country. Never. But these are not idle threats. President Trump is trying to break us so that America can own us. That will never ever happen. Our old relationship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 relationship based on steadily increasing integration, is over. 专家分析，即摆自由党国赢大选的原因，就伫咧川普的作风和关税威胁，这拢互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的情绪规个出来。因为前总理杜鲁道嘛是自由党籍，但是伊执政9年，所互支持度一直落到敢若剩20%。面对党内压力，杜鲁道是落台甲真歹看。伫咧3月初9接总理的卡尼，今年60岁，捌做加拿大央行和英国央行的总裁。伊伫咧3月23请示解散国会，互意向伫咧10月举行的联邦大选。是提前6个月，卡尼伫咧竞选期间，甲家己当作是带领加拿大对抗白宫起无空的总理。候选人认为卡尼国较有处理金融危机的经验，因为安尼，互民调本地是领先真济保守党的选情，一个拢摒弃。Canadians have opted for a razor-thin minority government, a virtual tie in the vote count. So I would like to congratulate Prime Minister Carney on leading this minority government. We'll have plenty of opportunity to debate and disagree. 虽然讲自由党是赢即摆的联邦大选，但是因必须要伫343个众议院的席次内面得到至少172个席次，才有法度变作上大党。不过根据统计，自由党的席次已经无可能过半，无法度组成多数政府，要和其他的政党协商才会当维持执政。但是有媒体报道，加拿大的少数政府是真少会当维持超过2年半的时间。公司新闻新闻部编译。